方明早真侪水汽到台湾透早落大雨，造成湘北地区真侪所在拢伫咧淹水。亲像这新北市的泸州、五股、十指拢有所在淹水，甚至有一寡所在呢，淹的这个高度差不多有一个车轮遐尼悬。也若讲到台北车头内面的连通道也积水，影响到机场捷运的运作。另外，伫台北北投的中央北路二段附近的涵坑也有淹水，有2台车是掉伫内面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气象署表示，这雨水到暗时就会慢慢减少，明仔载方面就离开，但是各地头也是有落雨机会。车驶过拢放慢车速，新北市泸州区福兴路往宽地大道方向，大台北市场附近路边积水，湘北家人18透早雄雄性大雨，泸州往五股的爆旱积水，十指嘉东路中德国小附近嘛出现细条湖。无大雨就淹个啊，无正常也唔捌啊，6点就雨大大，就开始淹啊。18透早北台湾雄雄落大水后，伫新北市市中德国小边仔这条巷啊，一规个大淹水，会使看到这乌托邦拢倒伫涂骹，水上悬的时阵差不多淹到一个脸啊遮尔悬。即马相关单位嘛，赶紧调抽水机来做处理。新北三重埔新庄五股泰山包括十指，第一时间的强降雨量每点钟达到70毫米以上，真侪所在积淹水。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开到第3级。我们立即启动强化3级的应变机制，在短短的时间里面，我们的积淹水就立即都已经处理完毕了。毋那新北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2段附近的暗坑嘛淹水，造成2台车掉伫内底，好在无人受伤。台北车站代替往机捷连通道嘛出现积水，嘛影响营运。暗过水消退了后，搁再互旅客会当通行。气象署表示，方面到台湾，全台湾水汽较济，18暗时雨才慢慢减少。虽然说晚上之后开始雨势趋缓下来，不过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，各地还是会有局部下雨的情况发生。气象署提醒，大雨可能原来有雷公势呐，甲透强风，民众出门爱注意安全。虽然19方面会慢慢离开，暗过水汽原来有较济，各地也是有落雨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